辆车的续航是多少？当时标称是713，但是在我实际使用的话，基本是500多一点，因为它这个长续，它的电池是不建议充到100%嘛，基本充到80%。这个车我3月28号提回来。去了一趟邯郸，就是400多公里嘛，续航也是没问题，直接能达成。5.1的时候，我们又去了趟泰山，也基本上还是没有太大问题。你让它那个标续，其实为什么不买标续？标续一，它使的是宁德的电池，它用的宁德电池它并不是最新的技术，它是4个大方砖电池。咱们过去电车那种大方砖电池，它也是因为它体积大、重量沉，然后堆积在一起，发热量大，而且它又续航又不够。我们群里买标续的，基本说就是400公里续航，然后标续又是后驱，大马力后驱，可能有些人操控可能会不太好。然后长续又是4驱，又是小的这种1865这种小圆柱电池，说白了特斯拉好的东西，电机、电池、电控全给你了，那我为什么要买一个标续？